市海线骹球协会推广骹球的运动，今年特别甲进入第4届的台中港杯提升为国际骹球邀请赛，邀请到泰国甲越南的骹球队来台湾比赛，这个规模是创甲真大场。 比赛选手一直找进攻机会，由台中市海线骹球协会所办的第4届台中港杯骹球比赛，今年规模更加扩大，头一摆升级为国际级的比赛，请泰国甲越南的骹球队甲咱台湾的少年选手做伙交流。我非常期待对到外国选手，很少对到外国选手，非常有挑战性。 参加比赛的选手拢是国小到高中，依照年龄来分级比赛。这摆总共64队，超过1000人参加，规模真大。尤其是泰国甲越南的基层的骹球实力甲规模，拢比台湾更较好。对这些少年选手来讲，是一个难得的交流经验。这一次希望就透过他们来台湾，也刺激，也给台湾一个足球这个环境的新的刺激。主办单位表示讲，希望透过比赛提供基层选手的舞台以外，嘛会当推展骹球运动的风气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